各位親愛嘅老友記，大家好！大家身邊一定見過呢啲老人家，明明辛苦捱過大半世，日日朝九晚五，勞心勞力，為養家、為事業、為子女奔波勞碌，從來唔敢偷懶，唔敢懈怠，終於捱到退休，冇咗繁重嘅工作壓力，手頭又有少許積蓄同退休金，衣食無憂，本應可以安享晚年，逍遙自在過日子，好好補返前半生嘅辛苦。但偏偏就係呢個萬眾期盼嘅清閒階段，成個人突然變晒樣，無論係精神氣息、身體狀態，定係運勢際遇都一路走下坡。有啲人日日無啦啦愁眉苦臉，心事重重，心裏邊總係悶悶不樂、空虛無助，做任何事都提唔起勁，對生活失去晒興趣。有啲人身體接二連三出問題，頭暈手軟、腰酸骨痛、睡眠不佳，小毛病不斷，大病細病輪住嚟，日日同藥物檢查為伴，身心俱疲。仲有啲人更令人唏噓，明明做人老實善良，與人為善，從不害人，從不爭搶，偏偏晚年諸事不順，無論做咩決定都碰壁，投資容易失利，人情容易受騙，人際容易有是非紛擾，好似黑運長期纏身，點都擺脫唔開，越活越憋屈。好多人同身邊親友，甚至係啲普通醫生，都會以為呢啲情況只係單純嘅年紀大，機體自然衰老，體質逐年變差，係人人都會經歷嘅正常現象，只能被動接受，無可奈何。但其實喺義理玄學角度嚟講，根本唔只係生理老化咁簡單。好多老人家身體衰敗、運氣低迷，核心問題從來都唔係年齡，而係氣場枯竭。真正嘅核心原因係人到晚年，隨住年紀增長，體力消耗，心事堆積，自身嘅個人磁場會慢慢乾涸弱化，體內運行嘅元氣能量會日漸不足，慢慢透支。年輕嘅時候，我哋元氣充沛，陽氣旺盛，氣場飽滿，就算遇到挫折、勞累過度，都可以快速自我修復。但踏入中老年之後，先天元氣慢慢耗損，後天又唔識得補氣養運，陽氣變得薄弱虛浮，體內嘅陰氣、衰氣、鬱氣就會趁虛而入，不斷堆積，慢慢佔據你嘅身心，侵蝕你嘅氣場。當一個人自身能量不足以支撐日常身心運行，抵擋外部晦氣嘅時候，運氣自然變差，病痛自然纏身，是非煩惱自然接踵而來，揮之不去。可惜好多老人家完全唔識呢個玄學道理，只會一味認命，以為係自己體質天生差，命數注定如此，日日唉聲嘆氣，自我否定過度內耗。要知負面情緒本身就係最重嘅衰氣，越係抱怨焦慮、消極頹廢，心中怨氣就越重，體內能量就越弱，氣場就越陰沉，從而陷入氣弱運差、運差更冤、更冤更衰嘅惡性循環，令本該安穩享福嘅晚年越過越憋屈，越過越凄涼，越過越無助。其實大家一定要記住，運氣從來都唔係死死固定嘅，亦都唔係注定一沉到底無力翻身。人生任何階段都有轉機，晚年更加有改運積福、逆轉乾坤嘅機會。精研義理數十年，看透天地陰陽運行規律，深諳環境改運之道嘅岑日飛大師早就講過一句好通透、好真實、好貼地氣嘅說話：運氣係可以借翻嚟嘅。老天爺從來都好公平、好慈悲，從來都唔會虧待任何一個願意修身自省、願意順應天地規律、願意心存善念嘅人，從來唔會將人逼入絕地。呢個世間之上，天地萬物皆有靈，皆有氣，皆有福澤。早就為我哋普通人留低咗4個完全免費零門檻，人人都可以隨時去到日日可訪嘅借氣寶地，唔使花一分錢，唔使買昂貴風水法器、珠寶擺件，唔使求人拜神，唔使做法事改運，只要你每日抽少少閒暇時間，慢慢去呢幾個地方行一行，坐一坐，靜心咁數一番，日積月累之下，體內累積多年嘅衰氣、陰氣、晦氣、鬱氣就會慢慢消散排走。身體嘅氣場會日漸飽滿、順暢乾淨，好運福氣、健康安穩，自然會主動敲門，滋養你嘅後半生，護你晚年無災無劫。今日我哋就放下所有雜念，靜心聽落，一齊走進岑大師嘅環境能量改運學，徹底睇明白，學識運用普通人，尤其係氣弱運淡嘅老人家，點樣借助天地萬物、人間祥域嘅純正正能量，自我補氣旺運，驅衰避劫，積聚福澤，牢牢守住晚年福報，過上順心安穩、健康喜樂、無憂無慮嘅好日子。好多人一聽到改運旺運，第一反應就係要花大錢，要買風水，擺件法器手串，要拜神祈福，做風水局。其實呢啲都係後世商人炒作出嚟嘅套路，
並非真正嘅頂級義理風水。易經庚坤之道早就講得清清楚楚，天地萬物皆有磁場，世間萬象皆有能量，人本身就係一個獨立完整嘅能量磁場。我哋嘅情緒、健康、運氣、際遇，全部都同自身磁場嘅強弱、乾淨與否息息相關。當你覺得自己長期倒霉、諸事不順、身體多病、心情鬱悶嘅時候，就說明你體內嘅能量頻率處於低迷渾濁嘅狀態，陽氣不足、晦氣堆積，先至會導致人生處處碰壁。呢個時候，與其閉門唉聲嘆氣、自我內耗，不如順應天地能量規律，借助外部嘅純正旺氣調整自身磁場。玄學之中最核心、最簡單、最有效嘅改運法門，就係能量共振。當你走進一個能量極旺、氣場乾淨、頻率正向嘅環境，你身體嘅磁場就會自動同呢個環境產生呼應共振，慢慢承接，借用外部嘅旺盛正能量，一點一滴驅逐體內堆積嘅陰燭衰氣、鬱氣晦氣，讓自身嘅能量頻率慢慢回升，變得乾淨飽滿。真正嘅頂級風水，從來都唔係藏喺昂貴嘅法器、奢華嘅風水局入面，而係藏喺大自然，藏喺日常人間煙火之中。天地從來都免費贈送無窮無盡嘅福氣同能量，關鍵在於我哋識唔識得把握，識唔識得借用。第一個可以免費借氣、保運旺身嘅寶地，就係我哋日常隨處可見嘅銀行，專門用嚟借財氣、保動能，徹底改善晚年破財、招小人、財運低迷嘅問題。喺玄學五行能量之中，銀行係世間財氣最旺盛、最集中嘅場域，冇之一。每日無數嘅現金流入流出，往來周轉。金錢作為世間流通最廣、呈現物質福氣最濃嘅載體，流動速度越快，匯聚嘅正向磁場就越強，蘊藏嘅財氣、生氣、主動能就越充沛。而且正規銀行嘅大堂，普遍施設明亮、通透、整潔，簡直格局方正，冇陰暗視角，冇壓抑氣場，長年累月，人流不斷運作穩定。呢種恒定旺盛嘅能量，恰好可以化解老人家晚年氣場低微、被動、消極、財氣乾涸嘅問題。好多老人家晚年運氣差，最明顯嘅表現就係容易破財，容易遇到小人，容易被人欺騙，閒錢留唔住，辛苦積蓄無啦啦流失，其實就係自身財氣不足，磁場虛弱，鎮不住自身福運同財運。呢個時候你唔使急住求神問卜，亦都唔使盲目投資旺財，最簡單有效嘅方法就係多去銀行坐坐，靜心借取滿堂財氣。大家要記住，去銀行借氣，千祈唔好行色匆匆、心急浮躁。行色匆匆只會路過氣場，根本無法同環境產生共振，自然借唔到任何旺氣。最好就係挑選一間環境乾淨、燈光明亮、人流穩定嘅銀行大堂，揀一個舒服乾淨嘅等候位，安靜坐下，唔使玩手機，唔使胡思亂想，唔使焦慮煩躁，就安安靜靜坐足15分鐘。坐低之後放鬆自己嘅身心，調整均勻，呼吸，靜靜睇住身邊人辦理各種業務。睇住現金往來、資金流轉，感受呢度源源不斷循環不息嘅流動財氣。呢個過程入面，你自身低微嘅磁場會慢慢打開，自動同銀行澎湃嘅財水磁場產生深度共振，慢慢承接呢份濃厚嘅財運正能量。日積月累之下，你體內嘅破財霉運、小人晦氣會被慢慢驅散，自身嘅財運磁場會不斷被修復強化，慢慢養出穩重聚財嘅氣場。晚年最緊要就係財富穩無破，財無是非。呢種免費嘅借氣方式，溫和又穩健，長期堅持，致人可以數住積蓄，遠離小人是非，晚年財運越嚟越順。第二個免費借氣嘅絕佳寶地就係圖書館或者大型書局，專門借文昌木氣，安神定氣。花者晚年焦慮失眠、血壓不穩、心氣躁動嘅各種問題，喺五行玄學之中，書籍紙張文字通通都屬於木屬性，木主生澤。主沉穩，主清靜，主智慧，代表住生生不息嘅生機同平靜安穩嘅心境。而圖書館大型書局嘅環境係世間最乾淨、最清靜、磁場最純正嘅場域之一。呢度冇市井喧囂，冇是非紛擾，冇負面雜氣，人人入內都專注靜心、潛心閱讀，長年累月積聚咗極其濃厚嘅文昌清氣、沉穩木氣。人到晚年好多病痛煩惱，其實都唔係身體氣質問題，而係心氣問題。年紀大咗，容易思且上哭，好似內長掛念之類，當先健康焦慮，未來長期心氣浮躁，心火旺盛，青之於者就會導致失眠多夢，夜睡不寧，血壓反覆心煩持奏，日日身心疲累，渾身唔舒服，偏偏檢查又查唔出大問題，
食藥亦都難以根治，其實就係體內火氣太盛，清氣不足，心神不寧。而圖書館嘅文昌木氣就係天然嘅安神降火良藥，無副作用，溫和滋養，最適合老人家調理身心，穩定氣場。去呢度借氣嘅方法極之簡單，閒時得閒就走入圖書館或者大型書局，隨手挑一本歷史典籍或者哲學書籍，呢類書籍承載住千年智慧，沉穩氣穩，磁場更加厚重純正。揾一個乾淨安靜嘅座位，靜靜坐低閱讀半個鐘頭，唔需要強求自己記得書中內容，唔需要刻意思考鑽研，只需要讓自己沉浸喺清靜專注嘅氛圍入面，遠離屋企嘅瑣碎煩惱、日常雜念。喺呢半個鐘頭入面，周圍濃厚嘅文昌木氣會慢慢滲入你嘅身心，有效降你體內嘅燥火、心火，梳理混亂嘅情志、鬱結嘅心氣。長期堅持落嚟，你會發現自己嘅心態越嚟越平和，唔再容易動怒，唔再容易焦慮。夜晚睡眠質量大幅提升，頭暈心煩、血壓波動嘅情況會慢慢改善，心神安定，身體自然小病小痛，福氣自然隨之而來。講到嗰度，大家不妨停一停，靜一靜，飲啖清茶，感受一下自己當下嘅身心狀態。好多人一直誤解咗借氣改運嘅真義，以為淨係走個過場，去個地方就可以旺運。其實借氣嘅本質從來都係雙向嘅能量互換，而非單向嘅索取。無論係去銀行借財氣，定係去圖書館借文昌氣，首先要做到嘅就係放鬆身心，打開自身磁場。如果你去到任何一個旺氣寶地，依然心浮氣躁，滿腦雜念，身體緊繃，你哋氣場就會緊閉封鎖，再好嘅正能量都無法滲入，再濃厚嘅旺氣都無法承接，自然做唔到補氣改運嘅效果。慢慢飲下手中清茶，感受茶水溫暖潤澤嘅質感，從口腔流落到脾胃溫暖，滋潤五臟六腑。呢一個簡單嘅動作就係最樸實嘅體內聚氣過程。身心放鬆，氣息平穩，先可以打開自身能量通道，讓外部嘅旺氣順利進入體內，置換走堆積嘅衰氣濁氣。學會靜心，學會放鬆，先係改運修身嘅第一步，亦都係所有借氣方法嘅基礎。心靜則氣順，氣順則運旺，從來都係如此。第三個極其重要，免費高效嘅借氣寶地，就係公園入面向陽生長嘅百年大樹之下，專門借自然生之陽氣，接引純正地氣，徹底掃除體內陰寒之氣、虛弱之氣。人到晚年，陽氣日衰，陰氣日盛。好多老人家常年手腳冰凍，畏寒怕冷，體質虛弱，精神萎靡，難言難動，成個人陰沉沉，冇晒活啲。元氣之人低微不振，百病叢生；而大自然萬物之中，吸收天地精華，日月靈氣。最足嘅就係生長多年枝繁葉茂嘅百年古樹，好似榕樹、樟樹呢類長壽旺運嘅樹木，更是大地賜俾人類嘅天然能量天線。呢啲百年大樹，數十年甚至上百年扎根，地底深處日夜接引大地醇厚溫和嘅地氣，同時張開枝葉，日日沐浴陽光雨露，承接日月星辰嘅精華，生生不息，長青不衰。體內蘊藏住最純正、最旺盛、最持久嘅自然生氣同陽氣，磁場乾淨強大，溫和穩重，絕對唔會傷身，反而能夠滋養五臟，強健體魄，提振氣場。對於陽氣不足、體質虛寒、氣場低微嘅老人家嚟講，係最珍貴、最免費嘅養生嘅運良機。去大樹下借氣，一定要揀對時間，對環境最好就係天氣晴朗、陽光溫和嘅早上。呢個時段天地陽氣生發，生機最盛，地氣最純正，效果事半功倍。避開陰天、雨天王同夜晚呢啲時段，陰氣偏重，不利補氣旺身。去到公園之後，揾一棵健壯挺拔、枝繁葉茂、生長旺盛嘅百年古樹，你可以輕輕將後背貼住樹幹，前站幾分鐘，讓樹木嘅生機陽氣透過後背經絡滲入體內。亦都可以喺樹下乾淨嘅草地上緩步散步，放鬆身心。赤腳踏草地效果更佳，能夠直接接引大地溫潤地氣。呢個過程入面，樹木充沛嘅生陽氣，大地溫和嘅厚重地氣，會雙向滋養你嘅身心，慢慢沖散你體內累積多年嘅陰寒濁氣、虛衰之氣，提振自身萎靡嘅精神同低迷嘅磁場。長期堅持，你會發現自己手腳唔再長期冰凍，精神越嚟越飽滿，體質越嚟越強健，唔再容易畏寒疲憊，面色變得紅潤光亮。個人氣場陽光開朗，自然原理變咗原理衰換節，日日充滿生機活力。第四個不容錯過嘅免費借氣寶地，就係乾淨整潔嘅花墟或者熱鬧有序嘅傳統市集。
專門借人間煙火，陽氣疏散空中，鬱結晦氣化解孤獨抑鬱、心悶氣滯嘅各種晚年問題。好多老人家晚年子女遠離，獨自生活，二日樓掃空屋，少與人往來，長期孤獨寡歡，情志不舒，胸中積壓大量鬱氣、悶氣、孤氣，呢啲負面氣氣堆積過內，就會阻塞氣血運行，壓抑自身陽氣，不單止影響心情，更會導致運氣鬱滯，諸事不順，百病叢生。但大家要分清，並非所有市集都可以借氣，嗰啲環境髒亂、污水橫流、雜物堆積、充斥負面雜氣嘅低端菜市，反而會沾染濁氣，加重衰運。千祈唔好去。真正可以借氣旺運嘅，係環境乾淨整潔、秩序井然、花香撲鼻、人氣溫暖嘅花墟，或者衛生乾淨、熱鬧祥和、買賣歡愉嘅傳統市集。呢啲地方日日有鮮花盛開、草木生香，有無數人歡心挑選、閒談交流、往來交易，人氣鼎盛，煙火濃厚，充滿住人間最真實、最溫暖嘅正向陽氣。熱鬧但唔喧囂，旺盛但唔浮躁，最適合梳理情志、疏散鬱氣。閒時得閒，不妨慢慢行入花墟或者傳統市集，唔使急住買嘢，就悠悠閒閒行一圈，用心感受周圍熱鬧溫暖嘅人間氣息，聞聞鮮花嘅清甜花香，泥土嘅樸實氣味，瓜果嘅自然香氣。呢種溫暖順口、生機滿滿嘅煙火陽氣，會慢慢滲入你嘅身心，幫你疏肝理氣、通暢氣血，一點一點散去空中積壓嘅孤獨、抑鬱、煩躁同鬱氣。好多老人家行完之後，即刻覺得心胸開闊、心情舒暢，成個人豁然開朗。長期堅持就可以徹底掃除心中陰鬱，讓氣場回歸通透陽光，運氣自然越嚟越順，心境越嚟越寬廣，生活越嚟越有滋味。當我哋學識咗4個免費借氣補地嘅用法之後，仲要牢牢守住晚年防泄氣嘅2大底線。呢2道防線係保命、保運、保福氣嘅關鍵，一旦失守，無論你借幾多旺氣都會白白流失，徒勞無功。第一道底線，絕對唔好去陰暗荒涼、人煙稀少、殺氣深重嘅地方。老人家本身陽氣偏弱，磁場虛柔，抵擋負面氣場嘅能力遠不如年輕人。而廢氣爛尾樓、荒山野嶺、偏僻陰暗嘅密林、古老陵墓、荒廢老屋呢啲地方，長年無人問津，陰氣凝聚，殺氣成慢，生氣斷絕。呢啲陰寒負面場域就好似吸水海綿一樣，會無情吸乾你本身就微弱嘅晚年。陽氣、福氣、生氣將濁氣、陰氣、晦氣灌注你嘅體內。好多老人家本來身體好好，運氣平穩，就係一時新鮮去咗呢啲陰暗地方，返屋之後即刻頭暈乏力、心神不寧、失眠多夢，甚至突發大病，諸事碰壁，黑運纏身。其實就係陽氣被抽空，殺氣入侵磁場導致嘅後果。所以晚年修身改運首要就係避陰就陽，遠離煞地，千祈唔好貪一時新鮮，配上自身健康同福運。第2道底線就係時常保持微笑心存感。好多人忽略咗心態對氣場嘅影響，其實人心先係最核心嘅風水，最強大嘅運勢。借氣改運從來都唔係單純嘅外在環境調理，更係內在心境嘅修煉。無論你去邊個寶地借氣，都一定要放低心中嘅怨恨煩躁、抱怨執念，面上保持從容微笑，內心心存感恩，感恩天地賜我哋萬物生機，感恩世間為我哋留低免費旺運之地，感恩生活賜我哋平安度日。當你心懷善意、心存感恩、心境陽光嘅時候，你自身嘅磁場就會完全打開，柔和通透，正向純正，外部嘅好運、福氣、旺氣先可以源源不斷流入你嘅生命，駐留你嘅身心。如果滿心抱怨，整日愁眉苦臉、怨天尤人，磁場就會封閉陰鬱，充滿戾氣，再好嘅旺氣都會被阻隔、被排斥，根本無法入體。再完美嘅借氣方法都會失效。心善則氣順，心寬則運旺，微笑感恩先係晚年最好嘅護身符改運方。天地萬物皆有靈性，世間所有真正嘅改運、真正嘅養生、真正嘅積福，從來都唔需要花大錢，唔需要求人，唔需要依附外物，全部都藏喺我哋日常嘅行持坐臥、一言一行、一思一念之間。岑大師講過一句好通透嘅說話：天地無私，生機無限，借天地之氣，消晚年之福。天地從來都好公平，唔會偏袒任何人，亦都唔會虧待任何一個願意修身自省、順應天道嘅人。年輕嘅時候，我哋為生活奔波，為家庭操勞，為前路打拼，身不由己，無暇顧及自身運勢與身心。但到咗晚年，萬事歸於平靜，正是修心修身、保福保運、安享餘生嘅最佳時機。
4個免費嘅借氣寶地，隨時隨地可以去，日日去都得，零成本、零門檻。只要你願意行動，願意堅持，願意調整心境，就可以慢慢驅散畢生累積嘅衰氣晦氣，收得一身乾淨陽光嘅氣場，守住晚年健康平安順遂福澤。如果大家都聽到咗岑大師呢份溫暖、通透、樸素、真實嘅環境，改運智慧，都想為自己嘅後半生掃除衰運，遠離病痛，常伴好運，健康長壽，真心想有改變自身低微氣場，迎接滿滿福報，不妨喺評論區真心實意打下借氣轉運4個字，心念借付，真心嘅期盼必然會被天地感知，必然會有正向回應。多謝大家每一次嘅陪伴與守候。我哋知命悟道堂從來唔講空洞玄虛嘅宗教教條，唔講浮誇套路，唔賣牟利課程。每晚6點準時同大家相見，只會同大家分享最接地氣、最通透、最實用、最適合普通人嘅大師義理智慧、修身改運之道、養心積福之法。我哋始終相信，真正嘅好運從來唔係求翻嚟嘅，而係燒翻嚟、借翻嚟、養翻嚟㗎。順應天地規律，調整自身氣場，就可以輕鬆扭轉運勢，遠離災厄。未來日子，我哋會繼續陪大家修心補運、積福避劫、調理氣場，安享晚年。願每一位真心聽懂、願意改變嘅有心人都能借天地旺氣能呀，否則讓自身元氣，後半生無災無難、無病無痛，諸事順遂，福壽綿長，意志舒先。我哋下期再見，繼續同大家拆解更多免費、簡單、有效嘅民間改運智慧。